来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嫌犯进前开58층扫射这间科技公司，讲过去是民进党的中执委郭在钦所经营的公司。伫2015年，这间公司互人检举，伫学界附近非法大量工带迄个路铺。事后虽然互罚款，但是伫地方的风评是真歹。这枪手为什么先去这间科技公司开枪，刷来到下载王的服务处继续来开枪呢？是毋是双方有咧做生意，有啥物利益的搭甜呢？这个下载王是出面来驳回，讲真正无啦。台南市议员谢载王服务处叫人开枪，不过伊无认真，叫走警去出战，是安怎会阁拄到这款代志？敢若是和这间公司有关系？敢毋是小组来回搜证，合架开一间科技公司，叫人开58枪。早上知道之后才想说，是不是有什么他们有什么纷争这样子？就和厝边头尾嘛感觉无正常，因为这负责人是民进党中执委的郭在钦，民雄乡就是合架路铺案的主角。伫2005年到2009年，因同检举带真侪路铺，土地面积有要5.6甲，数量超过30万栋，趁真侪。虽望当时市府开发，不过共款互当地里面各款团批评，发了收轻。这摆谢载王的查某囝谢淑环，伫咧竞选政见内底，佮有讲到要推动客家动保园区，互人要讲，敢是和土地有关系？讲啊，笨啊，伊咧做老少，搞较有啥关系啊？是毋是安尼啊？你为着讲政治要来胜选，可以大一个啦，是毋是啊？然后当然我讲的啊，你这种啊，既然违法，你司法就来处理啊。这台湾是法治的社会啊，啥物人会当讲，拢是一个生理人，啥物人咧做违法啊？虽望谢载王经出面驳回，和郭在钦无成立股东的关系，不过选举伫要到敏感的时机点，两地开88枪，当兵有3-9分，警察会阁继续深入了解。不过这件枪案、冒客家路破案，搁一摆浮上台面。